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记载在新约圣经3章13到14节。新约圣经3章13到14节。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3章13节到14节。和本在280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13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。13节再一次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以上，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带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，也感谢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福气要来敬拜你。恳求主你赏赐我们每个人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开我们的心眼，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。你的灵也跟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从今年开始有一个在专题里面讲到丰盛的生命，因为神赏赐我们都是丰盛的生命。我相信这件事情在过去一个礼拜中间，我们一直有很深的感触在。虽然不是在我们国家发生的一些灾难，是在日本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从电视这样去看的时候，你随时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那些消息。你会发现到我们人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意义？神创造我们在地面上到底是如何？神不是允许要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吗？但为什么我们常常碰到这么多的苦难在？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给我们的教训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去明白这件事情。但是要是我们的信心越足够的话，我们所领受的话语越多的话，你越能够从中间去明白到。我不知道在过去这一个礼拜中间，你一直在看这电视中间，你看到日本发生的事情之后，各国的反应，我们甚至台湾的这些百姓们的反应，有激起你怎样子的思考吗？是不是你已经发现到，其实万事是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得益处，在中间已经渐渐的可以去体会到吗？我们在丰盛生命中间，我们已经讲到第4讲，前面几讲呢，我们来复习一下。第1讲我们讲到说，你可以期待你的梦想会实现。我们把梦想用英文来讲是叫 dream， 用我们华语讲梦想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想到大概是白日梦，其实这是一个错误。我们常常讲说有梦最美，因为你有一些期待。你要是不要用梦想，可以用期待好了。我的期待能够实现，为什么我能够期待实现？因为你跟神连线了。所以要是我们把我们的梦想能够跟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，领受神的梦想的时候，就不是我们的了。既然是神的神当然要祝福在上面，你就能够期待它能够实现。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梦想应该怎样？它一定是清楚，而且是正面的，而且是以神的眼光来看自己，因为神要祝福在你。神讲这个梦想给你，将这期待给你的时候，就要透过你去完成，不是透过别人去完成。然后你要不住的信靠神的恩惠跟你同在，你自然就能够去体会到。要是有这样子的确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大胆的是，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，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美好的盼望了。第2讲呢，我们讲到健康的自我形象。既然所有的梦想说我们未来是丰盛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自己到底想法是怎样？我们一定要相信呢，我们是上帝所创造完美的自我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那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自我。神创造这么多人，我们目前就已经60-70亿的人，再加上已经过世有多少年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。甚至连卵生
的人都不两个，同样一个卵子一个精子受孕之后把它分裂出来的都不会一样，何况是另外都是独立的结合的，都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，但是每一个都是神手中所创造的杰作，在你本身来讲，你都是完美的，这是神要祝福在我们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神的形象来建造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受到我们社会上的地面上的一些污染，造成我们的人已经失去了神起初创造的完美。神创造的时候，每样都是完美的，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的社会，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一定不是像神所创造当初的完美，绝对不是神的目的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受到很多的污染存在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脱去我们的旧人，然后穿上我们的新人。我们在里面活的不再是我们在活，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活。老我已经跟主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了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人不是以现在这个人，而是要以神当初创造我们的人。我们要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有健康的自我的形象，要养成健康的自我的形象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接纳神所创造的自我，然后奠基在上帝的话语。刚刚讲说，我们受到很多我们的所生活的环境，我们的等等这些呢，受到了污染。所以你只有回到上帝的话语之间，你才可能保持那神所创造你的完美。然后你要进入一个健康的信仰的群体里面，就是在教会中间，同样有很好信仰的人，彼此之间的鼓励的勉励。这样的话呢，就能够帮助我们得到过一个丰盛的生命。第三讲，我们讲到说，我们应该要改变，我们要选择合神心意的思想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行为、现在的状况呢，都是以前的思想而造成的结果。所以，我们未来的行为跟未来的状况是我们现在的思想的结果。所以，我们要趁现在的时候呢，就应该改变我们的思想。改变怎样的思想呢？思想会改变你的行为，行为会改变你的命运。那你的思想要改变像什么样子呢？思想当然是要怎样？要改变成为合神心意的，不是合你父母心意的。要参考没有错，但是要是不是合神心意的话呢，我们还是要回到合神心意，因为只有神的心意才是绝对的，其他都是相对的。而这里面告诉我们有3件事情。你要合神心意里面的第一个，它一定是这样，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思考，而且是公义圣洁的思想，而且最后是这样，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，也就是你要常常看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，圣经中间有5、6千个应许，一都在实现中。它不只在过去实现，在未来也要继续实现，也要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你有领受这样子的这种确信吗？你要是有的话呢，你一定能够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在，而且你也能够体会到万事互相效力的意义是什么。这不是讲只有对我有益的，对我无益的，你也是一样，是互相效力。因为神要叫这些事情成为爱他的人，对爱他的人有益处。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3讲。我们要进入第4讲里面呢，我们先几个问题：你曾经为了你的过去感到遗憾、可惜，甚至感伤跟后悔吗？我不知道你过去的经验有怎样子的经验，或者是你曾经因为讲错话而得罪了你的很好的朋友，你过去的生意失败了，你甚至是太一意孤行了，你就觉得很后悔了，或是你没有把握了什么机会，你丧失了什么，你觉得很可惜。你有这些事情，或是你甚至没有这些不好，没有感觉到有什么，到底为了你的过去，你的感觉是怎样，或是你的结论到底是怎样？这是过去。未来呢？你有未来充满的这种忧伤吗？我们从电视中最近一直看到日本，他们也访问了几个这些日本的百姓里面，他们有人露出非常茫然的样子，因为整个家庭中只剩下他一个人，或者是老人，或者是小孩，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不见了。我们看到是整个村通通灭掉。我相信他以后要举证他所有的财产，所有的其他的证件都相当的难。但是政府一定会帮助他，那一定要经过一段非常痛苦的时间。你对未来是充满了忧虑呢，还是仍然可以充满的这个充满了盼望呢？到底是怎样呢？我们是不是因为了过去常常
感到忧伤，然后对未来也忧虑的，所以我们竟然忘了我们应该活在当下呢？我们是忘了我们应该很认真的活在当下呢？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，他有他的命令在，而这个命令你能够明白吗？当你明白的时候，你才对你才能够用很正确的生命的很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你的生命。你对神所赐给你的生命的态度是如何？你对你这个生命的态度呢，将会影响到你是不是能够有丰盛的生命。不要忘了，神一直要祝福说我们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但是为何我们却常常没有呢？我们从圣经的经节来看，今天这个经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念一次。来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。这个经节是今天我们的金句。这一个经节里面告诉我们3件事情。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里面的，他告诉他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对的过去应该怎么样；再来对现在应该怎么样，以及对未来要怎么样。对过去呢，他要忘记；而对现在呢，他要努力面前。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然后对未来应该怎样？他要向着标杆直跑，所以一直在跑着，持续中间，而且带来的盼望，为了怎样？要得到神的奖赏。保罗用很简单的1、2句话，就将一个人的生命的态度讲出来。对你的过去要如何呢？对你现在要如何呢？然后对未来要如何？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对过去忘记吗？我们对现在要努力，要怎样努力呢？我们对未来要持续存有盼望，到底要如何呢？要是我们做到的话，我们就有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积极来看，说我们对生命的态度。第一个呢，你对过去应该怎样？别让过去牵绊的现在跟未来。要忘记是不可能忘记的，我们的过去是无法忘记的。但是你可以使它怎样成为正面的帮助，而不是负面的影响。你想，我们这一次在看到日本这个情形之后，各国马上开始有反应了。一方面是要帮助他们派出救援部队，一方面开始检讨我们所有的这核灾。我们国家也有这些核能的发电啊，是不是应该要考虑，万一有天灾产生的话，那个是不可收拾的。已经很多国家暂停核能电子的这种运转。很可惜，我们的台湾是说都不要停止，没有关系，照样运作，在新建中也照样在新建中。不知道是没有学习到功课还是怎样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那个主使者，也不是当权者。但是我看到是每个国家先进的国家，他们都在为这事情未雨绸缪，认为应该要去思考。过去我没有办法忘记，但是我不要让它成为我负面的影响，要成为正面的帮助。到底日本发生这事情，让我们才应该要思考到怎样？或者是讲到我们自己的历史中间也好，国家的历史有228事件，到现在还有这些受难的家庭没有办法忘记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相不明，如何能够忘记呢？当我们明白真相之后，我就知道我们过去曾经有这一些非常悲惨的历史在，但是呢，要成为我们的教训，我们不要再让它发生。我虽然是非常的伤心，但是主要安慰着我。我们不让这事情继续发生在我们的后代，这就学习到功课，它会成为正面的帮助，而不是负面的影响。当你真相不明，当然继续这个问题就继续存在了，仇恨继续在纠葛着，就没有办法。或者是我们来讲说个人的话，个人有可能话你的生意失败了，有可能你是在谈恋爱中间的你失恋了，或者是有等等这些情形都可能。到底它是成为你的帮助呢，还是成为你的负面影响呢？我们不要讲这些不好的事情，我们就讲一些正面的好了。你有没有觉得你过去非常光彩的时候？我曾经是考试的状元，或是怎样？我曾经怎样的第一名？我曾经怎样？是为了这些你就觉得一直受到这个影响？现在跟那个情形已经不太一样，但是你仍然
你在缅怀着过去是怎样？过去到底是影响着你，有没有牵绊着你的现在呢？甚至影响着你的未来呢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过去其实我们常常充满了挫败、失意跟罪，因为我们的成语也告诉我们，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，代表是10件事情只有1、2件事情是比较合我们的意而已，其他都是这其实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一样。但碰到这种情形要怎么办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在耶利米哀歌里面的3章22节到23节这样说：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。每天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原来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过去有很多问题没有错，但是怎样？神要将他的怜悯跟慈爱每天用新的来赏赐给我们。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不完美，会犯错，所以每天供应我们新鲜的慈爱跟怜悯。你觉得上帝给你的怜悯跟慈爱是只有10年前的那时候吗？你没有感觉到是每天吗？你没有感觉到那个慈爱跟怜悯是新鲜的吗？还是都是想到都是过去的10年、5年？没有，神要告诉我们是每天给我们这些怜悯跟慈爱的。他的怜悯慈爱是不断绝的，因为他不弃绝我们。因为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他希望人人都能够悔改，都能够得救。在彼得后书3章第9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的应许尚未成就呢，有人以为是延迟的，其实不是延迟，而是宽容我们。他因为他不愿一人成人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其实神常常在等我们，而不是这样我们在等神。神给我们机会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。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，所以我们要负责的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。所以我们对过去这些错误是怎样，这是我们选择的啊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大环境造成的啊。但总之它已经形成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选择未来是怎么样，选择面对现在是怎样。我们应该是认错、悔改跟挽回，而不是被捆绑了。而且有负面的这种影响在了。我们虽然可以这样，但是也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无法修复我们每一个后悔的所造成的错误。我们仍然要为所承受他所带来这个后果。神要赦免我们没有错，但是过去要是我们以前曾经做了错过的话，我们仍然要付出代价。圣经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，我们最常举的例子，最明白就是大卫王，他行奸淫、借刀杀人之后呢，他后悔了，神就赦免了他，最后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但是他也承受了他的后果，他跟北十巴所生的第一个小孩就死掉了，他的儿子押沙龙背叛了他，然后也在众人面前跟他的跟他的嫔妃行淫。这就造成他承受这些后果在，他一定非常的痛苦这件事情。不过，我们仍然要祈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如何帮助我们呢？恢复到跟神的关系先修复好。我们可以很单纯的来祈求神的怜悯跟帮助呢。然后我们修复跟神的关系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去求神跟人跟自己的关系。你可以鼓励自己，你可以肯定自己。跟神的关系，所有关系里面的这个的根源基础打好之后，你自然就能够跟别人能够来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在。你要是觉得你有点困难的话，神给你的话语是在以弗所书第3章20节说，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这一切，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你以为不可能，绝对可能的。神要帮助你就可能。超过我们所能所求所想的，上帝要帮助我们，而且是讲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人是无限的，但是人是有限的，但是神是无限的。何况神也告诉我们，发生在我们所有的事情上，无非都是人能够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他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超过你们所能受的，过于所能受的。或者说你不能受的时候呢，神就另外开一条路给你。神要帮助我们，
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不是神要它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是神允许它发生的。神爱我们，允许这事情在你身上，他知道你能够忍受。要是不能忍受，神就开一条路给你，或是赏赐给你力量，赏赐给你智慧，或是差遣你的属灵伙伴来帮助你。问题是我们有依靠神吗？我们常常会认为上帝呢，并没有照着我们的心愿在成就。常常在上帝已经打句号的地方，我们却要打上问号。因为上帝觉得这事情已经完成了，你可以从这件事情上，因为你可以承受，所以你应该会得到成就。但是我们却常常问，因为我们不明白的。但是上帝要告诉我们怎样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呢？他都关心，都知道，但要我们得到成长。所以我们要是觉得说我们事情有时候没有感觉到，我们向神祈求没有实现怎么办？只有2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它不合神的心意；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还没准备好，是神在等我们，不是我们在等神。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呢，事情还没实现的话，就是这2个结果，不是不合神的心意，就是我们尚未准备好。我们若仍然一意孤行，做错决定，不顺服，错过上帝的 A 计划的时候，不要失望。上帝有很多个计划。这些计划都是可行的，只是有时候你要走得很辛苦，有时候你会走得非常的愉快，因为你顺着神的旨意在走。问题是你有没有愿意明白跟愿意去顺服吗？我们看约瑟的故事就知道了，他在这条路上呢，他一直依靠着神，神就祝福在所有他掌管的事情上，不管是当这个工头也好，不管是被监狱关起来也好，不管是做什么事情。都告诉我们说他是讲神所喜悦的，表示他在做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面，所以神就祝福在身上。虽然我们看起来不好，成了人家的仆人，被人家关起来等等这些，但是他一直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，最后我们看到就神就将荣耀加在他的身上。我们有可能在我们的路途中间，我们迷失掉了，但是不要忘了。你常常记得回到神的面前，神就要赦免你，神就要帮助你，神要叫你洗净一切的不义，因为他是信使，他说过的话一定会实现。罗马书第8章28节，我们最近常常在讲，我们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边讲的是万事，不是单单你喜爱的事情，不是单单对你有益的事情。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呢，其实对我们都有帮助。所以有可能在我们身上是一些负面、消极的事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要去缅怀它过去，而且这已经木已成舟的，这没有什么好去改变。我们要改变乃是可以改变的这个部分。所以我们要是沉迷在过去的时候呢，让它牵绊着我们现在的时候呢，我们恐怕就怎样会感到遗憾，因为我们明日有明日的盼望跟梦想在等我们呢。虽然有时候的错并不是在我们，但我们也要走出来。我们不要被这负面的影响了，以拦阻了上帝今日要赐给我们的祝福。上帝既然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其实你会觉得有时候你根本不明白，所以你就会抱怨。但是你要是回去好好的重新思考，你存着顺服的心向神祷告说，我知道这好像事情对我不是很好，但是神你既然让它发生，你一定是要有一个某种功课要让我去学习。求神你让我明白这功课是什么，求神让我明白从这中间我能够得到神的帮助是什么，求我明白神你的旨意是什么。要是用这样的话呢，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呢，一定都有它的意义存在。我们也许有一段关系或是一段事情上呢，我们投注了很多的心力、时间、金钱跟情感，期望有好的结果，但是事与愿违，跟我们期待不一样，我们一定会感到失望、感到伤心，就像撒母耳对扫罗王的感受一样。撒母耳对扫罗王在撒母耳记上9章的时候，讲到说上帝要撒母耳去找一个人高立他为以色列的王。9章里面讲到说，他去找到他的父亲是基士，然后他的儿子里面呢有一个就是扫罗，对扫罗的
的描述说，他又健壮又英俊，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可相比的。要是在以色列中选美啊，他是最俊男第一名的，而且他比没有人都高出一个头。哇，这是人的眼睛所看的，是不可多求的一个人可以来当王。撒母耳一定也非常的喜悦，有这样子的人来当我们以色列第一个王，多好的事情！没有想到扫罗后来失败了，他骄傲，他自己去献祭。王他以为他是王，他可以献祭的，其实这是先祭司的事情，但是他自己献，神不喜悦他，神就要转换，神就弃绝了他，要撒母耳再去找另外一个王。撒母耳这样非常的伤心。我想了，这个以人类看的话，好心找到一个人，然后再要去栽培他，竟然是碰到这样情形。这时候是怎样呢？这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告诉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”神也要问我们：你对你的过去要悲伤到几时呢？你要受你过去的影响到几时呢？有可能你的过去呢，你投资了很多在你的工作上，或是甚至在谈恋爱，或是在你跟配偶之间的互动，跟你亲子的关系的互动，跟同事之间，甚至有时候是为对的事情，为了公益正在努力。你有这么多努力，但是你看到他失望了，跟你预期的不一样，到底要如何呢？神要告诉我们，你要为过去的影响到哪时候呢？神继续告诉撒母耳是怎样，你要将膏油满了你的脚，将膏油盛满了脚，做什么？将膏油盛满了脚，重新开始，再去找另外一位王。撒母耳要是没有相信上帝的话，他就错失了去找到大卫王，成为以色列最优秀的国王。我虽然是写之一啊，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以色列最优秀的国王。我们觉得好像所罗门王好像不错，但是所罗门王到后来已经讲，他是由好变坏，大卫王是由坏变好。你说哪一个好呢？长久来看的话，就是大卫王对以色列人的影响非常的大。所罗门王很有智慧没有错，但是到年老的时候，受他那些妃子的影响，去拜偶像。撒母耳要是没有相信，他没有忘记这些悲哀的事情的时候，重新再去找一个新的王的时候，他就错失了大卫王。我们若是迷失在过去，我们可能也错过上帝对我们另外一个更好的计划，那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我们要忘记我们的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态度是这样：第一个，你就是也不要让过去牵绊了现在跟未来。第二呢，我们要选择今天。过去是这样，今天是这样。今天是一个喜乐的日子，我们要宣告说，最好的生活就在今天。没有哇，过去多美好，你忘了是今天是怎样。哦，未来将要更好，你忘了今天是怎样。你要活在当下。我们不必为了一切的事情都要完美，都要问题都解决了，或是目标都达成了，我们才觉得喜乐。喜乐乃是一个意愿的选择呢，再加上上帝的祝福跟赏赐，就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说平安跟喜乐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创造的，只有神能够赏赐给我们。但是你要愿意有意愿的选择啊。神说我将喜乐赏赐给你，但是你偏偏不要，我就是要这样，我就是要忧伤，成为忧伤之子。那你怎么能够有喜乐呢？喜乐乃是一个这样意愿的选择，神再加上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，我就能够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若受到环境的左右，我们可能就错失了上帝赏赐的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有可能是处在人生的低潮中间，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不喜乐，但不喜乐或是消极或是负面的消极，对事情并没有什么帮助。不管你现在是在怎样的低潮中间，你的生意失败，你的人际关系不好，你甚至在失业中间，说是青年人正在失恋当中，你的生意正失败，
等等这些情形呢，有可能，或者是我们回到像日本，我们不是日本人，但是看到他们那情形，在正是人生的低谷中间，他有太多理由，他可以不喜，他可以觉得人生根本没有意义在，但是对他有帮助吗？并没有什么帮助。神也知道我们的困难，他知道我们有难处、有挣扎、有挑战，但是他要我们停止忧伤，他要我们在马太福音第6章34节说，不要为了明天去忧虑。因为明天的忧虑呢，就一天当就够了。但我们仍然会要怎么办？我们忘了一个最好的事情，靠神是万事都可能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13节告诉我们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在你这么忧伤，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仍然靠自己在度过吗？神要告诉你，我可以帮助你啊，我可以让你今天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啊。但是我们没有去找这个源头，我们忘记了这件事情。上帝在等着我们，我们要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呢，我们就能够凡事都能够有力量，而且怎样？而且还有喜乐在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说：“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”箴言第17章22节说：“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”你曾经感受到这样吗？有很多人做见证，他得了癌症。他没有去找医生，当然医生也是我们并不拒绝，医生是神所赏赐智慧来帮助我们，但是喜乐更成为他的帮助。人已经没有办法之后怎么办？你怀着喜乐的心就对了。听说神将治癌症的这个良药摆在我们的心脏，当你每天都是喜乐的时候，它就渐渐形成，渐渐形成。那个量只有自己足够而已，你没有办法分给别人。当这个量达到足够的时候，你身上的癌症就不见了。网络上曾经流传的一个这个事实，真的喜乐是怎样？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上帝要我们怎样？不要为过去所牵绊，牵绊到现在，牵绊到未来，更要我们今天都是一个喜乐的日子。我们有可能，我们都是在困苦中间能够喜乐的时候，其实是对仇敌保以老全哦。因为在尼希米记的第8章第10节说：“因为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”你的力量从哪边来？靠着耶和华得的喜乐，不是自己强制装起来的喜乐哎。因为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，从真神来的喜乐就成为你的力量，要帮助你。到底是我们在等着上帝来翻转我们的情况呢，还是我们在等上帝呢？不要忘了，上帝赏赐我们自由意志，是要我们去决定我们的选择。跟告诉我们说，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上帝原来就是在等着我们要去啊，不是我们在等耶和华神。你有去靠着他而得到喜乐吗？就要成为你的力量。上帝在等我们，不是我们在等上帝。选择今天是喜乐的日子是我们的责任，不是上帝的责任。上帝他在等着我们，这是对今天、对明天应该、对未来应该怎样？要活在未来有美好的期待中间。我们对未来当然是无知的，但是信心是我们有美好的期待的关键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告诉我们：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对你还没看到的事情呢，我们要因着信，我们就有把握了。没有一个人对未来知道的，要是知道，他就不叫做未来嘛。他因为是不知道，所以他未来。未来的事情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以因着信而有了把握。信心非常的重要。耶稣医病的时候都说你的信心，因为你的信心而得到医治。他告诉那些眼睛瞎眼的人，就摸着他说：“照着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了吧。”不是什么开了手术给了药的，因为你有信心就让你成全了。信心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要期待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，首先对神就要有信心，甚至呢，你知道信心是怎样要得到神喜悦的条件吗？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这边讲说：“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”用逻辑思考来讲，从后面讲回来是这样：你要得神的喜悦，就要有信。他是用负面的
用否定句讲啊，你要是没有信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。那要得到神的喜悦，就要怎样？一定要有信。信心是得到神喜悦的条件。你就得知道信心有多么的重要。信心并不是一种乐观、自己麻醉自己、一厢情愿的想法，绝对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信心的对象是上帝。你乃是相信说全能的上帝是全能的掌权，任何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而且他爱我，所以他会为我生命的计划一定是最好的。就像我们每个人当父母，你对你的小孩子，你一定想尽办法将最好的赏赐给小孩，连你自己都可以让自己生活的很困苦都没有，但是将最好的给你的儿子，何况是我们天上的父，他又创造了我们，他也告诉我们这么多的话语在圣经中间，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，他当然将我们最好的这样赏赐的给我们。在诗篇第32篇的第8节说：“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。”这当行的路呢，有一本翻译讲说是 “the best way”， 最好的路。我要指示你最好的路。所以神告诉我们的永远是最好的，而且是怎样？是你，不是说我教导你，然后只是怎样当行的路，它只是你当行的路。所以告诉我们乃是量身为我们量身而定做的。上帝他是全能的神，他当然知道啊，而且也只有他知道什么样子对你是最好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的父母也不一定知道未来是怎样，只有神他一定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对自己的计划，你才能够去领受到神的计划。我知道我们有很多人都是他对自己的想法非常的有确定，就说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改变我的想法，就照这样子走吧。虽然他偶尔听到有一些属灵伙伴告诉他、牧者告诉他的声音，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样。我亲自领受到的就是这样，是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是你自己的想法，还是怎样？还是？而且甚至有时候讲说，这就是神告诉我的。神要是告诉你的话，也告诉别人。我们不要将自己的想法确定为变成是绝对。世界上只有真理是绝对的，其他通通是相对的。我们常常要存谦卑的心，别人有什么话跟我们讲，我们要听，听完你可以做你可以去做决定，不要连听都不听。我的就是最好的。牧师有时候也会犯了这种过错，但是说在学习，我们在学习在如何能够谦卑。你要是什么都心中都充满了自己的计划，你怎么能够领受上帝的计划呢？我们曾经都让神能够失望过，让人类失望，人生都充满了这个挫折、犯罪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，忘记背后吧，你努力面前。所以我们不要再沉迷在过去的这些忧伤中间，或是过去的失败中间。我们要迎向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未来。但是未来呢，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未来是向着标杆直跑。有没有努力？要啊，要有很大的努力，要很大努力，你才有办法。所以在这努力中间，我们可能会有失败，可能会有灰心，可能有失望，但是不要忘了，靠着对上帝的信心呢，还有自己的选择呢，你就可以至少你可以拒绝被过去所牵绊着。同时，我们要选择，我要活着在未来有美好的期待中间。今天我们所看的经节，是从保罗他的勉励给腓立比教会的勉励，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了要得到神所赏赐的奖赏。我们真的照这样走之后，你就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。而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，过去是怎样，不要让过去牵绊着我们；现在是怎样，现在活在当下，是一个喜乐的日子。未来是怎样，我充满了美好的期待，因为神祝福着我，这是神的运行。所以结论来看呢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犯不同程度的错，不要被他打败、被牵绊。我们要谦卑自己，寻求上帝的饶恕跟怜悯，不要活在后悔中，后悔只会消减你的信心。信心永远都是讲现在式，而不是过去式。你不要只有过去
有信心，现在没有信心。No， 信心一直都是现在式，才是一个健康的灵命。你有可能正在信心在消减中，你有可能信心渐要失去中间。这边再次提醒你，信心的对象是神，不是你自己。你有可能会失望，你可能会失败，因为我们是人嘛。但是神就是神，你讲你的对象对准了神的话，你的信心就不应该消灭掉。你有可能，我情况怎么跟我期待不一样？是不是不合神的心意？是不是你还没有准备好？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不够？是不是神要给我们什么功课，让我们去学习呢？你有可能在你人生的一个大的转折的十字路口中间，神到底要给你什么功课呢？你必须要在你的信心里面去建立，信心永远都是一个现在式。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就是不要让过去牵绊的现在未来，要选择今天是一个喜乐的日子，而且是面对未来有美好的期待，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丰盛的生命。我们这个礼拜中间有小组中间要我们去讨论的是说，你来分享一件至今仍然影响着你的过去的经验，它带来了什么影响？第二，要能够喜乐的活在当下，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你如何去面对？你有什么未来美好的期待吗？也要如何去面对它？盼望我们把这些过去、今天、未来，我们好好做一个思考之后，你可以在小组中间分享，请大家一起为你来祷告。我相信你要去真正去面对它，你就能够过一个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你就祝福在我们身上，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，我们过去常常有很多事情牵绊着我们，我们过去失败的这些经验一直困扰着我们。但是神，你要告诉我们，你透过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，是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主，你原来是要我们把过去当作是一个我们学习的功课跟教训，但不要受它影响，而是正面的帮助。所以你要让我们过去不要牵绊的现在跟未来，你要让我们活在当下，很喜乐的活在当下，因为这是神你所祝福的。而且对着未来呢，神你要祝福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对神的信心告诉我们，美好的未来是神你要赏赐给我们。求神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些有这样正确的生命的这态度之后，神你就让我们可以享受到那丰盛的生命。为此献上满心的感恩的祈求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头真女玛利亚所生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的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